追求更大利潤，除咗要好好控制成本之外，引入先進技術，啟發創新思維，去提升生產效率，亦都係有效嘅營運策略。我哋嘅 R&D 部門咧係好針對性嚟講咧，係將成個流程啦，或者係個工作法啦，去做一個改善啦，而令到咧同一件產物喺唔同嘅時段生產咧，佢個生產力咧都係有所提升。即係譬如我舉例嚟講咧，舊年即係我哋整體成個中國嘅生產咧，我哋用呢個方式咧係改善咗大概15%，提升咗15%嘅生產力。製衣工場裏邊咧，我哋用咗一個自動懸掛系統啦，自動裁廠啦。譬如印花裏邊，除咗一般嘅即係電腦繡花機同埋一個 AutoPress 即係一啲自動嘅印花機以外咧，其實我哋係全亞洲第一家人用咧一個我哋嘅 Auto Dispenser， 即係一個自動配張機咧嚟去到咧配所有嘅顏色配方。喺環保方面咧，即係其實譬如話我哋係全東莞第一家人用或者我哋叫 Biomass 嘅 boiler， 即係由一個柴油嘅鍋爐，即係改為一個係用一個生物質，而呢個生物質咧係零碳排放嘅鍋爐。咁而喺污水上面咧，因為我哋日常生產都有一啲污水要處理啦。咁我哋喺差唔多10年前開始已經做一個中水嘅回用嘅處理。其實基本上60%以上嘅水，我哋已經係可以回收再用㗎啦。咁而最近今年咧開始咧，我哋更加增設咗一個咧反滲透嘅污水處理方式，係更加現代化。而基本上原則上係可以做到零排放。基本上呢一棟新落成嘅大廈咧，我哋用晒LED 嘅燈。咁所以呢一類咧都係我哋喺環保上邊咧，即係都盡一分力嘅力啦。喺每一年嘅策略地圖裏邊咧，即係創新思維都係一個比較上穩定嘅一個策略咧，我哋要做。喺員工方面咧，我哋有一個叫做合理化建議。咁過去都已經有超過100項嘅建議咧，係由我哋員工直接交俾我哋委員會審核。審核咗之後咧，如果一經採納咧，我哋有翻一個獎金制度咧，俾翻所有員工。員工上邊咧，我哋係好重視一個培訓啦。即係譬如話，我哋過去呢3年咧，我哋淨係喺中高層管理裏邊咧，已經投放咗超過400萬嘅港元咧，嚟去做一個領袖才能嘅培訓啦。而呢個領袖才能培訓咧，係一路延續落去嘅。